正月初2，这嫁出去的查某囝爱回后头厝。台中太平的涨价已经是连续29年拢办到。今仔日中昼和暗时加起来有50块倒。安尼讲到高雄内门也办超过10年啊，今年有350块倒，拢总是在地中埔西做的手路菜。虽然受到这物件起价影响，订倒金额有增加，不过来订的人犹原是真济。早起中埔西就开始无用伫独家炖汤备料。台中太平涨价，每年正月初2拢真澎湃的办倒。今年上细汉的家族成员只有6个月大，也来上济岁已经103岁，子孙满堂，场面是真热烈。中昼拢差不多30外度、40度，开始的时阵，他中昼就50、60度，因为可能是囡仔愈来人愈生愈少，人口数就无增加。以早阮的办拢是用迄个叫做大家自由参加啦，因为像过年迄物资拢较悬所以阮实名制就是家己用引导的实名制，阮就是伫过年前大概会筹划大概1个月左右。台中市太平区的张氏家族对1997年开始，每年的正月初2拢会举办盛大的家宴。今年总共有将近500位亲友参加，也有人对日本、美国回来。中昼开33道，暗时搁再开17道。另外，伫高雄瑞文也有外家宴，当地农会结合中埔西文化，也搁有当地食材。今年加开到360道，也吸引真侪回乡民众甲外地游客拢会来参加。在户外，然后大家不认识这样一起吃，比想象中的更多桌，然后看起来又有救护车，又有消防车，然后卫生看起来都还不错。原本一道7600的中埔西外家宴，受到物价、工资起价这因素影响，今年起到一道8000块，不过也是互人订了了。这个外家宴疫情期间一度停办2年，一直到2023年才恢复。在地中埔西在这个期间也一直咧转型，对实体宴席转做网络配送。不过，若想要体会传统办桌的文化，也是要来到现场，才法度好好来感受到办桌，也有一个乡土情感的连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